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港之港第41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鰂魚涌站。鰂魚涌站顏色為藍綠色，位於東區鰂魚涌及寶馬山地底，於1985年5月31日啟用。鰂魚涌站係地底車站，共設有4層。呢個站上下共有2個月台島，呈十字形設計，中間設一個樓層，有3條通道連接上下2層。上層月台靠5條通道連接，下層月台則靠3條通道連接。2層月台重疊嘅部分亦設2條樓梯同1部升降機互相連接。呢個站設有2個大堂，分別係位於英皇道、規模較大嘅東大堂，以及設喺模範入面嘅西大堂。而西大堂係前地鐵網絡中第2細嘅大堂，僅次於欣澳站。由於大堂、港島線同將軍澳線嘅月台3層之間嘅距離較遠，乘客需要用5分鐘走過通道先可以搭列車。車站會喺末班車開出前7分鐘唔准乘客入閘，並同其他車站嘅5分鐘唔同。鰂魚涌站共設有3個出入口，分別係往太古坊嘅出口、往芬尼街嘅 B 出口及往模範入面嘅 C 出口。有一組車站藝術品設喺鰂魚涌站通道至 A 及 B 出入口，作品標題係動感清晨。鰂魚涌站係將軍澳線同港島線嘅轉車站，唔少乘客用呢個站轉線嚟往港島東部、九龍東同將軍澳。呢個站附近係太古坊商業區，唔少乘客會用呢個站去，所以呢個站比較繁忙。喺1970年顧問公司發表嘅集體運輸計劃總報告書提及興建鰂魚涌站，而1980年政府批准興建港島線，喺現時嘅鰂魚涌站位置設芬尼站，鰂魚涌站一名則用於現時嘅太古站。1984年地鐵將站改返做鰂魚涌站。港島線喺1985年5月31日通車，鰂魚涌站原有部分亦同步啟用。車站喺地下深處隧道內，設計只係為咗配合中等流量，月台較為狹窄。原來設計並唔係作轉車站之用，當時仲未有下層月台同相關嘅轉車通道。原定觀塘線過海延線計劃以太古站為總站，為咗遷就東區海底隧道管道設計，最終連接唔到太古站，唯有改動呢個站成為一個非跨月台轉車站。觀塘線東隧段喺1989年8月6日通車，鰂魚涌站下層月台亦落成啟用，鰂魚涌站成為觀塘線嘅總站。新月台比港島線月台更深入地層，乘客要前往轉車，需要經過狹長嘅通道，上落自動扶梯，仲要多次拐彎，異常迂迴。受制於鰂魚涌站設計，自觀塘線過海延伸至鰂魚涌起，鰂魚涌站嘅使用量迅速超出預算。因此，地鐵公司喺1996年建議將觀塘線伸展到北角，以提供一個效率高、容量大嘅轉車站。而舒緩鰂魚涌乘客擠塞工程喺1998年下旬動工，2001年9月27日完成。2002年8月4日，將軍澳線過海部分通車，呢個站原觀塘線設施改屬將軍澳線。地鐵公司2000年6月宣布喺當時3條營運中路線嘅地底車站加裝月台幕門。港島線月台喺2004年完成安裝月台幕門，而將軍澳線月台則喺2005年完成，故此站喺將軍澳線投入運作初期，係該線唯一一個冇月台幕門嘅車站。今日鰂魚涌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下集我會講油塘站，未完待續。